早晨，我係 Neo。嗱，依家好多人買樓咧，就會睇，淨係會睇層樓本身嘅啫。但係真正識得買樓養老嘅人咧，其實會睇兩樣嘢嘅，大配套同埋細配套。咩叫做細配套咧？就係你每一日一落樓，可唔可以好舒服咁樣生活？有冇街市啦？有冇便利店啦？附近有冇醫院啦？公園又遠唔遠呢？食飯方唔方便？call 車易唔易？嗱，呢啲咧全部都叫做細配套嘅。尤其是退休養老嘅人，其實最怕嘅唔係話層樓細，而係出門乜都冇。好多人嚟睇樓，淨係會睇到，哇！呢個小區嘅園林好靚，哇！呢個海景好正。但係你真正住咗入去之後，先會發覺買餸揸車要20分鐘，睇下醫生呢唔方便，夜晚連間便利店都冇。呢啲樓呢，住耐咗，你會好攰嘅。所以細配套決定咗嘅係咩呢？你每日生活舒唔舒服？咁咩叫做大配套呢？大配套係一個城市嘅資源，例如大型嘅商圈啦、三甲醫院啦、高鐵站啦、地鐵啦、產業園啦、大學啦、主幹道啦，此類。決定唔係今日好唔好住，而係你未來呢層樓，我哋冇話佢升唔升值啦，保唔保值？因為真正支撐嗰個房價呢，從來都唔係呢個小區或者呢個屋苑嘅本身，而係咩呢？人口、交通、醫療、產業。有啲樓盤點解咁平？因為得樓嘅啫，冇城市嘅，附近冇產業、冇人口、冇大型商圈。呢啲盤依家睇可能好抵，但係後期好容易咩呢？唔好租啦，流通慢啦，升值差啦。所以真正適合長住養老自住嘅樓，一定係大配套成熟，小配套齊全。講到白就係大配套決定層樓嘅未來價值，小配套咧決定你嘅生活品質。好多人買樓淨係睇單價嘅，其實唔啱嘅。要真正住10年、20年之後，你先會發覺便利、方便、舒服，比便宜更加重要。關注我，帶你了解更加多養老同埋地產有關嘅資訊。